行车记录器翕到一个穿乌衫的人，一直拍这个警车司机，这个司机那弯头那咧抵抗，想不到另外一个少年人嘛做伙拍这个司机。这时阵边仔这个朋友看甲袂做咧，赶紧出面做公亲。我来轰拍这个是防疫警车司机。 我们回到事发的地点，就在台北市中山区天津街上的一间防疫旅馆旁。当时司机明确的表示不能载一般的乘客，却遭到醉汉殴打，震荡，然后有挫伤，头壳也有伤痕。这个司机想到当时的情形，还会惊。我说这是台北市政府防疫专车，请你下车，我没有办法承接你。下来就开始叫嚣，不到10秒钟就开始挥拳。 因为遵守防疫规定，所以讲袂使和一般的人客上车，想要到和啉酒醉拍。那我们只是在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那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其实我们也不想，非常的不想遇到这种问题。但是遇到了，我们只能保护我们自己。 讲起来嘛是无奈，去年才开始驶防疫警车尔，想要到就拄到啉酒醉拍人的少年人，司机第一时间已经报警处理啊，并且决定要甲因告。目前警方已经锁定2位动手的嫌犯，要抓人。